好，你一開就好有心得應聲彈出啊！嘉應高升緊隨其後啊！美麗第一咧就第3位啊，外邊第4位咧仲有隻李健夢境啦，中間走咗上去有北美勇續啊，內欄尾3位置紅眼就舉步生風啊，後邊嗰2匹馬分別係叫陽明區啦，精算暴雪就暫時殿後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嘅時候啦，美麗第一外邊就湧咗上去個好有心得啊，跟住第2啊，嘉應高升係第3位啦，李健夢境響外邊第4啊，後邊嗰4匹馬舉步生風啦，北美勇續啦，殿後一隊埋邊6、3係精算暴雪啦，紫衫響佢出邊暫時殿後係叫陽明區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美麗第一走中間佔先嘅，埋邊咧就好有心得啊！嘉應高升已經咬住第3啊，第4位入邊咧仲係紅眼就個舉步生風啦，外邊追有李健夢境啦，最出嗰邊係叫陽明區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擠嚟咗大約2個身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上嚟㗎嘛，有舉步生風啦，李健夢境啦，馬林中間穿上嚟仲有隻精算暴雪啊，嘉應高升20連勝，輕鬆拋離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！李健夢境第2，精算暴雪第3，咁啊第4名埋別位置舉步生風係咪機會大啲呢？咁啊結果呢隻嘉應高升再次打破自己所做嘅紀錄，取得第20連勝。